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分享10条诫第1诫，咱今日要看第2条诫命。第2条诫命是袂当为家己做任何偶像，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啊，这时阮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求你亲自来对阮讲话，对阮启示，互阮伫礼拜中间领受你话语的祝福，也恳求主你赐了信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分享到第1条诫命，咱今日来看第2条诫命。第2条诫命甲第1条诫命虽然是无同款的诫命，但是因两条诫命中间是有真密切的关联。第1条诫命是咱讲，咱应该爱敬拜的对象，就讲对象爱正确。上帝讲，除了伊以外，咱袂当有别的上帝。所以咱独应该爱侍奉敬拜迄个伫圣经中间，咱启示伊家己的真神上帝。咱对象爱正确。第2条诫命就是讲，咱方法爱正确，咱敬拜上帝的方式，咱袂当用人的想法、人的方式去敬拜上帝，去侍奉上帝，就照着圣经中间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伊，来侍奉伊。所以这条诫命的内容就是讲，唔通为家己创造任何的偶像。所以咱首先来思考，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伫真神上帝以外，咱另外阁有其他信靠的，也就是讲，如果若伫你的心中有啥物款的人、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物件，比上帝较重要，安尼这项物件就成做你的偶像。咱会当将心中的偶像分做3类，第一类就是咱手所做的偶像，这类的形象这类的偶像是有形象的，譬如讲。迷信者所拜的菩萨、神佛等等者的，也有人将动物、石头、树木等等来当做偶像去崇拜。第二种就是所有取代上帝形象的偶像，取代上帝的偶像。所有会当互咱将上帝放伫第2位，甚至将上帝灭去一个代志。譬如讲金钱、名声、地位，迄是任何的物件。咱伫迄个职业运动中间的英雄、影星、歌星、政治人物，甚至宗教领袖，拢有可能成做偶像。当然，无需要提醒大家，这个人毋是袂当欣赏，但是如果对这个人的尊敬、尊敬超过上帝的时阵，安尼伊就成做偶像。第3种，这种咱真少注意到，但是确实得到上侪人的服侍甲尊重的偶像，迄就是咱本身啊。当一个人为着家己所拥有的尊重甲知识感觉骄傲的时阵，当咱的生活只是为着满足咱的心思意念的时阵，无去顾别人，甚至将上帝灭去，这就是将家己当作偶像来崇拜。所以咱今日的信息主要是针对这3种的偶像来面对、来处理。咱首先先来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偶像？会产生这样的偶像有3种原因。第一种就是受到邪灵的吸引甲迷惑。这世间有真侪无同款的邪灵会迷惑咱去信从伊，佮加上咱人的目的甲私欲，真容易就受迷惑。咱袂当忽略这个事实。第2个原因就是，咱人生的价值的迄个顺序错误。咱来明白，圣经中间真肯定人的价值，上帝真看重人，伊互人有尊严、才能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上帝做伙来管理这世界。上帝也互咱有温顺，互咱会当用咱的温顺去服务其他的人甲万民，透过安尼来荣耀上帝。所以，照圣经中间
这顺序是人的地位是伫上帝下面，但是伫物件的顶面。但是咱看到，今日有真侪人将这关系放唔对，真侪人将物质放伫人的顶面，人变成做物质的奴仆，互物质名声地位，成做咱家己的偶像。为着追求这世界的物件，甚至会当失去家己，袂记起上帝。另外一方面，人却将上帝放伫人的下面，将上帝当作无重要，忽略上帝的地位。这种心态不但得罪上帝，也互咱人陷入迄个困境中间。第三个原因就是骄傲，过度高估家己。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鄂古斯丁，伊认为骄傲是一切罪源头。伊指出，骄傲常常用自我中心的形式来表现。当一个人用自我做中心的时阵，伊就将家己取代上帝。所以，咱明白形成偶像的原因，就是邪灵吸引未歇，人生的顺序错误，甲骄傲高估家己。咱知影这三种原因了，咱就学习来安怎去气度这偶像。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三个真重要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咱无设偶像，无拜上，无拜别的神明。第二条诫命讲，咱毋通创造天顶地下，也是水中任何形象，毋通用这个偶像来跪拜。所以咱袂当创造偶像来敬拜伊。当然有真侪人会安尼问牧师，讲牧师啊，安尼有一寡艺术品吼，又有像，咱到底敢会当收藏这艺术品？偶像甲艺术品要安怎去分别？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咱毋通互这个代志、这个物件去取代上帝的地位。所以伫遮，咱嘛爱回答几个咱时常拄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耶稣的像敢会当去敬拜？咱袂当创造偶像，安尼耶稣的像敢会使？当然有真侪艺术作品会用耶稣做主题。但是咱绝对袂摕伊来拜，咱来明白，耶稣并无存在伫偶像中间，迄是人所创造的，咱无应该敬拜伊。所有艺术作品的耶稣，拢是人所想象的、所创造的。实际上耶稣生做啥物款，咱嘛毋知。所以咱毋通将耶稣的像当作神来拜，反倒当是安怎？咱来将耶稣放伫咱的心中。互耶稣来掌管咱的生命，顺服伫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活出耶稣基督对咱示范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有一寡人会问讲：安尼十字架咧？十字架敢会当摕来拜？咱来理解来讲，十字架是今仔日普世教会共同象征。真侪教会也是讲，咱厝内底拢会挂十字架，但是咱来知哦。十字架本身无任何神奇的力量。之所以有这十字架的砖塔，是为着帮助咱进入敬拜上帝的敬献内底，毋是将伊当作偶像来敬拜。接第三个问题，就是讲祖先的牌位敢会当拜？当然，过无偌久了，就是清明节。台湾人有这制作的传统。所以接下咱来分享有关于制作的代志。虽然有真侪人之所以无法度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为制作的代志。有一寡人，我过去牧会的时阵嘛，有一寡人对牧师讲：听候阮厝邻的时代过身了，我才会来受洗的，因为我惊因会无欢喜，我需要尽孝道。确实是安尼啊。有真侪人对咱的信仰有误解，认为讲基督教死无人靠，所以惊讲伊的子孙去信耶稣了，伊就无人死了，无人服侍。所以牧师要开一点仔时间来分享有关于制作的代志。咱分做两部分来说明。第一就是讲，制作的人往往将迄个神主牌当作是祖先的化身。
感觉祖先就伫这神主牌内底，将神主牌来敬拜这神主牌来做祖先的敬拜。毋知大家敢知影神主牌是安怎来？根据这民间的讲法，就是讲东汉时代有一个农夫叫做李丁兰。这个李丁兰伊的脾气真无好，有时阵对伊的母亲真歹，常常扯牵伊母亲去做真济代志。这李丁兰伊是做事人，所以逐工拢爱去甲田林工作。伊就互伊的母亲伫中昼的时阵爱送饭来，甲田园内底互伊。那伊的老母那有小可迟到伊常常就责怪伊的老母。有一天早起时伊照常往即个田去。老林伊看到一群羊仔咧食草，其中有一只细只羊仔拄咧食呢。这李丁兰就感觉真好奇，就看这细只羊仔是跪咧食即个母乳所以就感觉真奇怪，就去问即个雇羊的人。雇羊的人来讲世间上界伟大的就是老母的疼为着细只生命的诞生爱忍受怀胎的辛劳。当囡仔生落来了佫爱去照顾伊、养育伊成人。不但人类安尼连动物嘛无例外。你看到这细只羊仔伊一生来就会晓感谢伊老母的辛劳，跪咧食呢。伊讲人若毋知影有效就真正连禽兽也不如李丁兰听到这个话了心肝感觉讲真见笑，讲过去家己无好好感谢过老母，佫时常安尼累骂老母，有不好的行为，所以就心中有悔改。伊就讲等下老母若来我一定要好好来感谢伊。叫即天伊老母因为一寡代志延前所以送饭的时间就暗所以老母真凶讲要将这中昼顿送来互丁兰的时阵，丁兰远看到老母行来伊就赶紧走要去甲老母讲感谢的话，甲老母会师咧。结果老母看到伊走过来心中真惊吓，想讲即声我迟到伊佫要过来骂我，所以就往边仔去走，叫无细里落到路边的这个一条溪内底。这李丁兰看到了马上跳入去溪内底要救伊老母，可惜这溪水流了真急，老母已经去互冲走。四界找拢找无，只捡了一块插头。所以这李丁兰伊非常非常伤心，就将迄块插头摕转去厝内底，刻老母的名，放伫因大厅的顶面，日日跪拜思念老母。所以对那了，大家就拢学伊，将这个插头牌当作神主牌来侍奉。所以咱看这个故事，咱就理解，上界早的神主牌意义是在伫纪念，在伫感谢，在伫怀念。毋是在伫祭拜。接下咱再来看，这祭拜祖先的问题。咱到清明的时阵，若是讲有一寡平常时咱会准备这生礼来祭祖。台湾人祭祖的观念是将死人的世界看作活人世界的延续，所以因为讲人过身了嘛需要食清用，所以用祭米来满足因的需要。所以咱看去到一寡民间宗教，人过往了会烧一寡物件互死去的人，会烧纸钱、纸厝，现代佫有烧这纸的汽车、信用卡大哥大等等来供养。但是咱来想一个代志你要寄物件互人嘛，爱有伊的主旨，你爱知影伊伫倒位，所以伫制作进前。制作的人必须要调查讲，咱的祖先即马到底伫倒位，伫啥物款的世界，才会针对因的需要来供养嘛。但是咱若详细去思考，咱发觉讲，台湾的民间宗教中间有一寡风向其实思考起来是感觉矛盾的。因为一般制作的人通常相信超度，而且相信轮回嘛。但是咱知过往的祖先，那去用超度去，成功轮回去，
安尼根本都无需要制作嘛，因为已经去轮回，已经去超度过啊，已经无伫阴间啊，咱根本都无需要制作供应伊的需要嘛。祖先一直伫阴间中间需要咱的祭物，敢毋是表示讲咱所做的超度发挥，还是讲功德拢无效嘛？实际上，咱的信仰就咱讲，人死去了，就是进入上帝的时间，听候审判。当然，咱知制作虽然有伊的矛盾中间存在，但是面对台湾传统的想法，咱基督徒无应该只是论证，去甲人辩论，还是讲批评。咱爱去思考，安怎伫即个情景下面，爱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第一代信主的人，咱的信仰上界重要就是孝道。有智慧的基督徒，千万毋通为着制作的代志，甲厝内底的人产生冲突。这不但于事无补，反倒会破坏人对信仰的正确认识。所以牧师有以下建议咱所有的家庭拢会当安尼来做。第一就是咱爱变咱的家谱，咱爱理解基督徒是真正袂无忘本的圣经中间常常列出家谱嘛，表示讲圣经真重视即个祖先的传承，所以咱爱设法互咱的囝儿甲查某囝去了解祖先的即个谱系，知影祖先的代志，了解祖先的教训，咱会当编写即个家谱，或者是为先人写落伊个记录整理即个相片出纪念册，或者后代的子孙会当更加容易怀念先人。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会当来做追思的礼拜。伫咱的先人过身的周年的时阵，咱会当伫厝内底、家庭内底，还是讲门园，还是讲教会举行追思的聚会。咱人特别设计合宜而且感动人的一个聚会厅书，邀请所有的亲友来参加，不但会当追思故人，也当也未信主的人分享福音。第三项，咱嘛当常常去到墓园内底清扫，去清理献花致敬，表示追思。这是一个真好的时间，咱当将咱的子孙做伙带去，分享这个先人的故事，互这个子孙知影。第四项，就是基督徒应该爱伫生活中间活出迄个基督的芳气，展现美好的生活见证，用积极的疼心去关怀厝内底的人，咱的亲戚朋友，而且会当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来吸引人为主。最后一项嘛是非常重要，就是咱来孝敬父母。以弗所书第6章对咱讲，恁做儿女的爱伫主内底听探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爱孝敬父母，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咱来理解就讲，敬祖比祭祖更加有意义。生前的孝敬比死后的这排场更加实际。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生前一粒豆，赢过死后拜猪头。意思讲，咱这父母还活着的时阵，咱好好来对伊服侍，超过讲伊死了，咱对伊的敬拜。接下咱要来分享安怎启度第2项甲第3种5项。第2种5项，第2个提醒就是咱来调整迄个顺序，尊主最大。咱拄则有讲，这5项形成的原因的第2个原因，就是讲，咱将咱的人生的迄个价值的顺序放毋对嘛。所以咱即摆就爱调整迄个顺序，尊主最大。圣经中间讲用别的上帝代替耶和华的，因的忧愁痛苦的确加添。所以咱要启度这条第2种5项，就是讲爱将上帝放伫第一位，将上帝放伫第一位，其他的代志的顺序就对了。这是咱生命的顺序。比如讲，真侪人甲牧师相共，我真爱看棒球，但是为了看这个大联盟的转播，咱就袂去这礼拜，
这就是顺序顶面的错误。我记得我伫大学的时阵看过一出电影，我印象真深。这出电影叫做《火战车》，伊是记载一个真个人真个故事。有一个信用真敬虔的少年人，叫做艾瑞克林德，伊是苏格兰人，伊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伫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伊参加的项目是100公尺的短跑。伊是当时阵上界红看好会当得到冠军的选手之一，所以全英国的人拢对伊有真大的期待，希望伊会当为着国家争取一面金牌。当伊来到巴黎的时阵，伊才知影讲，这大会将这个项目的预赛编排伫礼拜日，但是因为礼拜日伊必须要到教会内底敬拜上帝，所以伊就决定要放弃这个比赛。当时威尔斯的太子就要予伊压力，爱伊为着英国的荣耀来走，但是林德来拒绝。伊讲上帝话语更加爱尊重，所以伫比赛迄一天，伊到巴黎的一间教会出席主日礼拜，伫教会中间讲道。后来伊被安排参加400公尺的比赛，这毋是伊平常时训练的项目。照理讲，应该无法度得到真好的成绩，但是当开始比赛，伊就尽力向前走去，将所有的对手拢远放伫伊后壁面。伊最后伊不但得到冠军，而且也打破400公尺的世界纪录，轰动当时的全世界。伫奥运的比赛了后，伊去甲中国宣告20冬。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伊犹原留踮伫战区内底照顾受伤的人，一直到最后被关伫日本的集中营。伊犹原不停用生命来见证信仰。伊一世人虽然真短，但是却走出互人感觉懊恼的姿态。伊的奔走，毋是为着世间的掌声甲荣耀来走，是为着天顶袂当收怀的冠冕来走。伊将上帝放伫第一位，将世间一切荣耀当作本色，真正是值得咱来学习。第三项，最后一项，咱来学习安怎破除用家己做偶像，看家己上介重要的这项代志。咱其实有一个真好的典范，就是咱学习亲像主耶稣同款，将家己看无家己，将家己摒空。圣经中间安尼讲，你若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原本就有上帝的本质，但是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反倒等伊自愿放弃一切，除了奴仆的本质，伊真做人，用人的形体出现。伊甘愿卑微，顺服到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甲上帝中间有真密切、无通分离的关系。伊是来自上帝，伊是上帝的囝，但是伊却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伊将一切拢摒空，拢放弃，互家己对原本就有上帝本质，一直到奴仆，除了人的形象。而且惨死伫十字架顶，这是完全看无家己。这对伫过度高估家己的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毋通将家己当作偶像。咱应该将即款情况改变，明白咱的生命是上帝予咱的，咱是为着荣耀上帝来活。亲爱兄弟姊妹，今仔即个第二届。其实嘛，互咱得到一个真重要的讨棒，互咱对迄个偶像化的捆绑中间得到讨棒。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成就阮生命的帮助。主啊，伫这世间，阮有真侪软弱所意爱，得到成做阮的偶像的事物，求主帮阮。消除因，互阮能完全顺服伫你的心意中间，活出阮生命的价值，
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